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！今仔日来讲，离咱的徛家厝内，真会看到的虫拖甲动物，台语要安怎写、安怎讲？虎神、蠓仔、苹仔、蛤蚱、狗蟹、拉牙甲鳝红仔。先来讲虎神，热天真会生虎神，会使用虎神拍来拍虎神，嘛使放虎神铁来念虎神。搁来蠓仔，暗头仔蠓仔真高，会使点蠓仔香来赶蠓。暗时仔要困，嘛爱吊蠓搭。苹仔，食物的气味真会生苹仔，尤其是果子若烂去，真会生苹仔。蛤蚱，昆博士讲，蛤蚱有带病原菌，若甲拍甲长途破楼，恐惊病菌四散，会间接危害到健康。上好是用喷的，也则是用头的。拉牙，这是大型的室内蜘蛛，必要的时会吐丝，但是袂惊死，是蛤蚱主要的天敌。最后来讲壁虎，壁虎离无共的地头有无共的讲法，有鳝虫啊、鳝红啊、新红啊、新虫啊、新龙、鳝虫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讲虎神、蠓仔、苹仔、蛤蚱、狗蟹、拉牙、鳝红仔，实在真趣味。